为着要解决嘉义县流浪猫仔狗仔的问题，嘉义县伫咧山区的新港和海线铺子成立宠物认养推广示范公园。县政府也讲，宠物公园全台湾已经有40搭，目前敢若嘉义县有提供认养的协助，希望透过对宠物友善的环境，提升宠物认养的成果。主人带家己的狗仔伫公园内底耍，这个专门替宠物打造的设施，边仔阁有网仔空调。嘉义县用农委会补助，伫海区的铺子甲山区的新港，拢设立宠物认养推广示范公园。这个部分它是一个起点，因为有这2个公园，未来的一些宠物的绝育的活动、动保的活动，都可以以这为基础，来跟大家、跟我们的县民一起来做一个努力。我觉得很棒啊！如果我觉得我住附近的话，就可以带狗来这边，因为平常都自己一个嘛，可以来跟其他的狗接触，也不错。这样，毛小孩有个地方可以运动，他又不怕有车子。嘉义县伫咧较远的山区也是海区，有当时会传出流浪狗叫人发生意外，也是流浪猫狗受伤需要救援的消息。虽然透过相关单位的努力，近2冬流浪猫狗的绝育量已经超过1万只。县政府表示要改进这个问题，民众的教育真重要。这样的一个示范点呢，未来我们会举办相关的活动让我们的这个动保活动可以借由这个点的一个推广加强我们居民还有我们学生的一个动保教育的一个推广。嘉义县动物防治所为了要鼓励流浪动物的认养，推出真丰富的福利条件。今年到达嘛，已经协助完成325只流浪动物的认养。也毋过有发现真侪所在流浪猫狗是掠过以后又搁出现，怀疑可能是有人为别位再来坑，已经开始做调查，要来阻挡这款虐待动物的行为。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